每个人都说实现梦想的重要性和怎么样去实现梦想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实现了梦想之后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？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，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迷，然后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去看一场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。可是你知道他其实很少来亚洲。有一年呢，他就来到了韩国。那我这个朋友呢，就想尽了办法，弄到了入场券，去韩国首尔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。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他很兴奋，因为演唱会非常棒。但是他走在那儿，然后自己往酒店回去的路上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放声大哭，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去，他不知道人生当中下一件会让他兴奋，会让他牵挂，会让他觉得自己还有奔头的事情在哪里。所以我在想，也许梦想，它的意义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拿来实现的，而是有一件事情在远远的地方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去努力，可以变成更好的人，享受每一刻现在，你还可以去实现梦想的可能吧。御书房陪你一起学习，一起成功，加油！